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第3部分，题目係太庙公唱述人前，同時用課文一詩一語對照錄音。第29部分，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來大家了解客家語同文哈。語能夠有發土、沉土、正確土，同時文呢，能夠了解文，詞義，能客家文史、文章等等方面嘅功力與那個方法。後來我哋也嚟講一個太廟公唱述人前嘅故事啊。聽講頭擺也頭擺，在閩南嘅某一個莊頭，有個人名喊到劉太公，兩個人以生到10萬好命，雖然吃下無賴嘅，但是連我接東。又噼里啪啦，比較嘅有7嚟妹嘅，講到伊嘅妹嘅，集都係相當友好，相當好。嗰條妹嘅雖然嫁出門以後，日夜都係會歸來，輪流歸來，同伊嘅。兩路嘅阿爸阿妹聊講笑談，神奇東西。有一日，提起個妹嘅，就是慢妹，實在係友好，自家作嘅記下件嘅豬肉來乾人前，內府嘅方面講乾床，乾到個太寬。同時將人前都嚟標嘅改道嘅香料，味道實在是好。等到日頭洗澡嘅以後，就問伊老公將人前乾床送來到專門家，這個可以講個專門家就做個人過節嘅種嘅情況啦。本意嘅阿爸阿妹來過節，送節哈，當然也當然咯。對西郎書中接下為安太寬嘅人前事，高興到牙歪歪咯，心度裡唔知有一歡喜嘅，半夜都係冇想到。細隻嘅妹嘅，讓我按曉得按又好，按又用。伊兩路嘅也唔盼得將人前馬上行來說，但是劉太公明日看到別行所掉嘅人前嘅時間，就像是到後欄水緊吞。後欄水流嘅滴流，有一日撲到劉太叔辦桌前去天橋巷冰天橋水嘅時間，單人托馬就來到坐下，將別行所掉嘅人前天呢拿下來。用菜刀切了2條細節，緊就起火來行人前。一個人前一行味道真係香。目前有輩嘅每位皮都安香一下就有2-3隻每位傾上前，走到坐下來，
刘太公也是无时间来干这道没有诶，从今就将行好诶眼前，并在作当个诶盘诶方，准备怎么一杯酒，一杯米酒头来上看那事。眼前嘅米事系有一好诶，但是足脚下嘅太庙公，批到按有高诶眼前嘅米汤，也系唔知留为一道后人说，什么见搭咪滚，咪滚见叫。跳上唔跳下，同刘太公转身去倒一杯酒嘅时间，每位佛上嘅就跳上桌，将眼前叼走为一件。喺刘太公一时紧张起来，酒也风嘅轮班，连火太错哦。紧将门背嘅棍呢一比啊，手嚟朝太庙公，将眼前抢尽啦！好彩，刘太公安尼讲，挨嘅书办安紧，哪有按大丧，按人剑就必抢去实嘅咯。讲到一只太庙公，也是真所有，明明都可以落在嘅太阳前，也本刘太公抢进去，心都里看到虚渺渺到，唔甘忍，所以一只太庙公也是唔死心，就一步又一步嘅。尝试作弄出嚟嘅样式啦，头头话铺来走到坐下，嘅时节刘太公已经将眼前射枪嘅开始爱来拂眼前，是就为一个眼前嘅弥陀让我安好。是嘞，以后，因为头到朝太庙公，朝到太汉西汉，所以就将爱衫爱裤脱下来，常存到太凉嘅内裤诶，也就讲水裤诶，两脚固在床垫板当中。样式虽然会出彩，但是由于内裤诶太凉啊，这个裤浪开，裤嘅西门头大，裤浪上肚里嘅东西啊，也可以讲啊，是看啊鲜清楚，嘅时间。太庙公就一步又一步嘅行到嘅足腳下，目金多見看上看下，好看唔看就對劉太公嘅虎浪行一嚟，太廟公天眼一看，就用國語講啊，睇神講哦，嘿，就在這裡。就在這個眼前來了。太廟公同時搖頭吐痰講：劉太公唔叻嘅人，讓我按談晒，作項有眼前很不錯，又愛將愛廟公頭到雕走嘅眼前搶進來。又狂啊，在虎浪肚里
同时又用两只脚臂夹嫩，所以太庙公唔生意，慢慢呢行减到脚度，顶脚行，头围一下抬起以后，小师长胡浪一起脚一跳。太后就从胡浪肚里嘅眼前一咬，哇！劉太公就講哎呦，哎呦，太上見稱，呆在嗰時間，拄好劉太守對和堂各項入來，聽到嘅痛苦嘅係咩聲音？就亂見到眾入啦，啥看到劉太公胡浪面夾牆，楊太公說咧就問係乜嘅事情啊？讓我按太上咯，劉太公驚怕投行眼前嘅事情嚟爆發。所以也唔敢將事情講出來，也唔敢再來吵太廟公。這個人帥，僅詐是都是通，西施講下何事？順勢檢查一下，而胡浪喺眼前要咬上當毛。要咬上當毛，後來多咗來嘅時間，將種實話咬到，種實話講出來，也嘅劉太守就講好家菜，冇將我老公嘅人情咬斷咯，咬斷呢，讓得上司安尼話。以上故事就講到嘅這個忙講忙談忙笑安尼吼。再講創作本文故事嘅體育情況樣係樣嘅。本文為了使大家嚟納嘅嚟少嘅嚟個健康，內容純屬係虛構嘅啦。那係有相同嘅素材。應該是巧合。本文描寫在民國50年以前一般村莊山腳下嘅生活情況應有可能。文中嚟追嚟炒眼前咗啦，寫槍嚟在是啦，應該是事實，冇虛假。至於廟公錯誤將胡浪肚裏嘅東西看成眼前，也不無可能。他家曾經是談過范阿公將生意那個調當作獻公對來說的事情嘛，尤其落雨天，經常可見，所以一直太廟公從事眼前，並唔係不然無咯，也可能是夢中有偏見促成的吧。以上故事講到嘢，再回復一下，睇到一個劉太公老實實150將嘅事情講本劉太守談以後，劉太守呢就一個真情的表現，就講好家菜，冇將我老公嘅人嘅眼前咬斷呢，喺咬斷呢，讓得上司安尼話喎。以上故事講到嘢，希望大家感謝你嚇。一個文中有可能是唔了解嘅意義。文字是講嘅言語性，語呢就會講一個聲韻調、上韻調、
第6個要素就是客家語文重要嘅素材啦。希望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文。白話文可以講啊，同其他不同族群，另一個語同文，也就有多少嘅差別，冇相同嘅素材喎，以上感謝大家，希望大家，謝謝。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